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7月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台南市公立幼儿园今年暑假开始延长照顾服务，所以市长委托透早特别前往中医国小附设幼儿园来关心，希望囡仔伫休热期间麦当得到特殊的照顾，同时减轻家长负担。放暑假到，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台南市府为7月开始，公立幼儿园延长照顾服务各升级，只要家长有需求，一个人就会当开班，而且收费每点钟无超过50块，导航时间也延长到下晡6点。课程方面，我们也采取多元的主题方式来规划，甚至我们有一些律动，希望透过比较精美设计的一个课程，能够来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照顾跟教育。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让囡仔暑假学习唔中断。教育局表示，今年度的暑假延长照顾服务有212间幼儿园开班，开办率高达94%。若是讲符合经济弱势家庭条件，暑假期间每个月上悬有3500块的补助，大大减轻家长的负担。因为幼儿园通常寒暑假是比较短，甚至有些幼儿园是没有寒暑假的。但是我们特别来延长这个上课时间到6点，家长只要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就可以安心的在下班之后来接送自己的孩子。那这样子的话，对家长上下班更便利，对孩子
也更有方便。另外，教育局也针对所有提供服务的教保人员，设定每点钟费用至少有300块的保障，也会有奖励机制，让公立幼儿园的教学甲服务品质佮提升。寒暑假期间持续服务，让家长会当安心上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因为建物老旧、内进不足，拍算拆除电器的中安里活动中心，经过10摆流标，5号将伊正式开工动土，由市长吴伟霆亲自主持仪式，预计113年完成。在中安国小太古队震撼的国乐社当中，为动土仪式加开序幕。安南区中安里活动中心因为老旧而且无符合内政需求，市府决定拆除重建。主持动土仪式的市长吴伟霆表示，自2004动活以来，已经兴建41座活动中心，目前还有未少活动中心陆续伫咧兴建以及整修当中，以先求有则求好为目标，希望让每一个里拢有活动中心会当使用。我过去4冬来，台南市我因去41间活动中心啊，即马海南里也咧去，即马咱遮要动土，还有海淀还是原店，即马咧做电梯，还有东河里现在在设计，咱新的活动中心一间一间来去啊，但是就是讲咱先求有再求好，希望讲有每一个里还是一个社区，拢有一个活动中心，安尼互大家会当好好活动。这是咱安南区的盛事，嘛是咱安南区欢喜的代志。所以日头虽然有较严啦但是咱的热情搁较旺大，讲对唔对？对唔对？所以咱希望大家做伙监督，甲咱这间活动中心起好，起好顺序，咱未来就有一个搁较好的活动，无论是办桌，还是咱伫遮跳舞学习。拢是一个上赞的空间。中安里活动中心拆除重建工程，总工程经费3884万，由内政部前瞻计划补助500万，民政局自筹3384万办理兴建。但受到原物料起价、人力底欠等因素影响，历经10届流标，最后才排除万难顺利发包。该工程预计伫咧113年6月底完工。届时会造予社区民众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为协助台南由一个酸亚全面行销，立委郭国文启动2波的酸亚认购，第一波媒合企业，第二波媒合产销班甲合作社等等，2波将达到1万箱的数量，希望认购甲收购做回来，稳定市场的价销，嘛互农民拢相当甘配。这一箱一箱由小农所生产的酸亚采收以后，请来合作社，经过分类等初期加工到包装的步骤，一粒一粒上青红宝石，才准备来外销。立委郭国文为了协助酸亚的产销平衡，第一波提早媒合金融企业向农会认购中小果，达到5000箱。第二阶段则启动小农、青农甲合作社以及产销班，希望全面照顾果农，和在地甲农民拢相当甘配。即马上惊就是日本以后就是7月15日，因到7月15吼，7月15送礼，差不多拢到好，即礼拜是阁无问题，今日后礼拜开始，若日本无客继续。就搁帮我，进事实啊，台北也无好啦，这农业也真惨啊。好加再讲就咱委员要来推广这个企业论股这真感谢啊。这几档的事实真正透过郭委员甲咱这山区真正这山野农产品斗推动足济。尤其这几档来，咱的委员甚至讲山野咧推广，还佫有一项啥物作用？水果嘛，就是咱的水嘛。伊伫咱遮山区的灌溉用水伊有若深深伫遮咧送经营合作社来到第3代农民阿青表示，南怀酸亚拢是外销日本、韩国为主的至少5成。今年透过立委协助有企业大宗认购，互因做安心，而且1公斤外销价销已经会当上百。
对我们来说帮助是比较能，就是说不会有滞销这个问题，然后也能稳定市场的价格，也不会说太低或太高，算是比较平均这样。对啊，对我们小农的话来讲是也能推广我们自己的品牌跟知名度，对，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东西，我们台南芒果的有多好吃多好这样。透过合作社持续控管品质，甲发展自有品牌，嘛服用酸野来做国会外交的立委郭国文，对台南酸野更加有信心。两阶段人工行销达到1万箱。第二波呢，碗萁花就开始了啊，碗萁花的部分呢就较大个较侪，中大果比较多哈，因为中大果比较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后来比较有雨量了。但是呢，那个碗萁花部分呢的量呢也需要冲一下，量冲呢价才会高哈。那冲这个量呢，也会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那第二波的这一个企业媒合啊，我个人的目标也是要超过这个5000箱。那基本上我那个认购的对象已经找到了。那现在我们就是找了，今天特别邀请，今天呢能够出售的对象包括合作社，包括产销班，包括小农，包括青农。那这一波的这个媒合对象呢，以呢非农业系统、农会系统的为主了哈，然后希望呢能够带动这一波的内销的冲刺，提高更高的一个价格。台南芒果送礼自用2相宜，台南芒果送礼自用享有席。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另外，全力投入台南第2选区的立委参选人陈坤和议员，为了展现伊支持果农的行动，嘛甲玉井农会协办酸野电销公益嘉年华，同工将206箱的顶级酸野，并且要将拍卖所得全数捐予德兰启智中心，邀请大家7月8號做回来响应。7月8日，酸野电销公益嘉年华活动同工，玉井区农会将提供6箱顶级酸野，分别由玉井农会理事长江明哲、常务干事王明雄、总干事庄文洲以及协办单位陈坤和、尹爱达理、周义奇等3位市员轮流抢台主持公益拍卖，并将拍卖所得全数捐予德兰启智中心。因为小果对于我们的加工因为也太小了，所以变成今年的小果的那个量多于这个大果，所以之前的价格比较不平稳。很感谢让3位议员因为知道这个原因之后，他们利用关系，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们需要说送给员工或什么的，支持帮忙介绍这些小果。目前当全力投入参选台南市第2选区立法委员的陈坤和，平常时就正关心农特产供销情形，有感今年台南市的酸野大出，就马上展开实际行动，支持台南的果农。今年的酸野，若生产销售顺利，大家就当过一个欢喜的、快乐、经济较丰富的一天。一旦若酸野若销售生产不顺利，今年大家就较辛苦，生活条件就差一点。所以呢，今仔日可能来拜托，玉井农会来一些想有就是玉井农会来主会，拢希望山区、产销、农民、果农共同呢来加参与呢。酸野会当呢迅速呢全面来销售，山区、果农，包括摊商，包括农会，拢会当呢过一个顺利就是呢大家会当各成就。山区，我们这个大台南的芒果也非常的香甜，非常的可口，送礼绝对不会失了面子。所以我们邀请了许多企业界的朋友，7月8号要来品尝我们这个大台南芒果，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我们台南的红宝石是非常值得拿来当做一个赠品、一个伴手礼。
就在大家的呼吁之下，所有的市场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果菜市场去选购台南最新鲜、上低上市的这水果之外，就欢迎大家7月7日做伙来认识咱在地咱最新鲜的产地来直接选购我们包含芒果、包含一系列各种苹果的各种品种的水果呢，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也丰富各位的口腔之旅啊。2023山野展销公益嘉年华8日上午将伫咧药井区农会边仔举办，现场除了有山野以外，还有各种台南有机农产以及特产等等，好食又搁好势。主协办单位药井区农会以及3位明代邀请大家同工做伙来买水果、听农民做公益。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但有众神指导称号，除了信用以外，文化传承甲在地艺术嘛真值得咱关心。所以，淡市美术馆特别推出春文画室甲洪坤的作品修复展览，要让民众了解作品背后保存甲维护真无简单。台南市美术馆第一馆推出2个无同的展览，一个是王坤德的艺术甲作品修复展，另外一个是春晚画室，透过知名公庙画师潘春晚、潘丽水、潘英洲甲潘家雄等人的作品，看见公庙彩画发展甲工艺。特别较重要的，我感觉这个我们春园画室所代表的台南艺术开门的这个惊喜，就是咱府城每年4、8档的时阵，咱有一个恢宏大度的展开。另外一个展览就是我们王坤德老师，伊是第一本伊的这个画作跟他的作品第一次展出。洪坤德的展览是咱美馆首次结合技术研究甲修复成果的展览策划，让大家对洪坤德这位神秘的艺术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透过科技公司的技术显示技术和技术修复细节完整呈现。对我们来说，其实每一件艺术作品，或者不管是博物馆里面的画作，或是像彩绘作品，在庙宇彩绘作品的修复，它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协助进行修复这件事情。春晚画室抛到3代拢是民俗画师，甲多种身份的跨界技术家。展览呈现庙府技术，也有招财甲水墨画，并延伸到诗文、乐器等潘氏家族的地方关系。那我们这次特别着重在品牌这个概念，因为他们3代4个人呢，用于这种品牌经营的方式，除了做庙画之外，他们也做很多周边产品。这次大龙洞保安宫总共有7幅壁画，虽然没有办法整幅原作搬到现场，但是我们呈现了其中2幅，其中一个就是八仙大闹东海，我们用输出的方式呈现，在这个9公尺的墙面呢，所以看到一些草稿、速写来呼应大龙洞保安宫这个八仙。今仔日当我来利用这个来展览了，互大家会当看出咱台南市就是文化主都，嘛是迄个咱庙林的众神之都嘛的特色还佫会当看出阮潘家每一代一个人的故事。南美馆馆长林秋芳表示，这2个展览除了向在地艺术家致敬，也借着这次展览的机会，感谢艺术家家属无私捐献作品给南美馆，让这经典的作品经过修复，佮呈现在大家面头前。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位于南区少年观护所西边占地大约2公顷的公园保留地也未开发，暂时做临时停车场。不过因为欠管理，周边时常被人乱倒垃圾、连废弃的车辆嘛乱停。议员林美燕邀集相关单位会勘，希望7月底进前会当彻底改善。位于南区大拿路体育场对面公37的保留地。是大拿大中里面到永华体育园区的主要通道，不过因为占地大，而且欠缺管理，附近经常被人乱停车，而且垃圾佮乱倒。经过当地里长甲里民的反映，议员林美燕上午也是市府干务、环保、交通甲体育等单位来会勘，希望初步调向临时停车场的规划，配合10月份全国运动会。赶伫个7月底进前来铺设完成。这个地方先设置几个流动性的监视器来监控
让这些没有公德心的人能够就是乱丢垃圾的时候，我可以执法，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场也看到有些是报废的汽车，好，报废的汽车，刚刚我们里长也说的，里面因为下雨也很多水跑到里面去，也有结节在里面，避免物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请环保局针对就是没有就是车牌的这些车子，我们要进行贴单，然后脱掉。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公37上面我有分有现有的一些过去有铺设的一些沥青停车场，还有一些就是有草地的这个地方。那因为避免说车子停到我们草皮上面来，所以请公务局加设么字形梯么字形把它围起来，不能让车子停到里面去。剩下的部分已经就是剩下部分配合我们全运，因为停车的需求，所以请公务局也必须要做路面的重铺整理完了以后，我们要求请那个交通局来做规划停车场、停车格标线，标线，让我们现有的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就是简易的停车场。现场看到除了有事业废弃物、废弃的玻璃甲灯光顶，甚至连无挂车牌的游览车、汽车嘛拢乌白停。因此，议员嘛要求公部门要一并处理，希望未来伫个整理完成以后，会用个为地方增设将近100席的临时停车架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大文里发展协会将对社区弱势学生每一档拢会办暑假夏令营，甲照顾托育。同时，伫议员林美的每项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已经有26档超过1000位学生受到帮助。伫个议员林美的每项结合理甲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公司部门，对民国86年办理大文社区儿童暑假夏令营甲照顾的托育班，今年已经进入第26档。对暑假一开始连续3天的夏令营，伫个社区志工妈妈甲中英大学的学生免费的带领，陪伴小朋友度过快乐的暑假。我相信我们大安里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透过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大学生，能够跟我们这些小朋友互动因为大姐姐教小妹妹，她是这个会最直接的，他们也是听得懂的所以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传统大学的这些大学生，还有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跟我们的里长长期的为社区的付出，为基础教育的一个认真真的非常谢谢。咱这个暑期活动已经办有够简单了，对。自从我做这个理事长了后，我就发觉过去拢会进，今摆嘛拢会进。我个人我感觉讲我应该爱来咱的社区尽一份的心力。当其时呢，我嘛希望继续会当提供咱遮儿少大家的家长有一个真好的环境，会当来共同大家学习。家里最主要只要你低收1、2、3款的子女都免费我中小小朋友都免费若中低收是迄个外配较弱势，爸爸妈妈有身障手册，我拢会是半价。发展协会的会员子女，甲家收5只要去是5千，2个月。一般家庭是6千，阮主要是要照顾弱势。3天的夏令营除了会用的学习，另外还有免费的营养午餐。上午的结业式包括教育局、社会局以及南区区长嘛拢到场参加，场面热烈。夏令营一结束，就是儿童照顾托育班的开始。社区发展协会针对低收入户1、2、3款是完全免费，你中低收入户则是半价优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